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圣诞快乐，大家平安。圣诗151首，这首诗的歌词，写歌词的是引用创世纪28章第10节到22节。伊所写的是雅各的故事。雅各是亚伯拉罕、以撒的孙，亚伯拉罕的孙。以撒生2个囡仔，一个大囝以扫，第2囝雅各，2个是双胞胎。但是雅各伊骗伊的大兄，摕到长子的这个名分，所以伊的大兄要找伊麻烦，所以就紧流宣，要对就是巴要到哈兰，要去找伊阿舅。所以伫路中的时阵，第一摆伊拄到上主嘅启示，就是伫伯特利这个所在，爱用石头做枕头，爱望见迄个一个推迄个楼梯，搁到伫天西顶落落，所以可以伫遐见到上帝。所以伊对一个骗子，伊怎悔改？但是去伊的阿舅遐嘛是受真侪苦，所以到尾佫倒转来，甲伊的大兄和好，所以成做以色列人的始祖，所以12支派。所以这是伊的。伯特利就是上帝殿。咱今日咧上香教会，这就是上帝殿。希望咱伫遮嘛拢会当甲主耶稣相对。这首诗咱嘛真熟。咱来吟一遍，来。敬拜进前第一首的乌鲁，接续牧师讲道是要入这个
话会问623首是回应诗，即首咱较无熟听琴来弹一遍。咱第一集来念2摆，好高天堂有我所在，天地多对
水会像主的山，水会徛伫伊上的所在，就是手清气，心清洁，纯真无向虚假，就大无软奸诈的人，这个人得到上主赐福，对救伊的上帝得到义。大家来吟诗，学老上帝，圣诗151首，151首。请起立。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一切创造你的主宰，我信仰所遇到，上帝的信仰，来主，你对信心打开，对人生哪里来自己，你对有的多人来信号，天信的信来上的路，对上帝对象有我，主名，他对咱们的上帝道理，因为对咱来信号大家想，我信信信，我信信，我们道理，信号什么，对上帝就给我，因为我阿门。请坐。大家用启文54篇来应答上帝话。启文伫圣诗后面1097页。启文54篇，心灵看世的人真有福气。忧伤的人真有福气。温柔的人真有福气。
遐人的支配上帝，伊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也是世界的源头，佫是阮性命的瓦靠。伫武汉肺炎疫情还佫严重的时刻，伊使阮2021年年尾，伫最后这礼拜日，互阮会当遮相甲做伙有这个圣殿敬拜日。我要用欢喜快乐的心，同心敬拜倒落你。伊要上帝，伊为赦免阮的罪，祝福你的独生囝主耶稣基督，多正肉身，当做人的款式来到这个世上，体会阮人类各种的软弱甲痛苦，佫必定是伫过境，互阮有机会听做你的儿女。过去这一年，伫主的带领下，阮的工作、家庭，拢总会当平安度过伫个疫情紧张的每一日。全球疫情也由阮有新的变种病毒伫各所在，致使侪侪性命丧失，求主怜悯，后侪侪人会当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面对悔改认罪，归向你。后这个疫情会当受到控制。展望新的一年，阮就当甲牧师、乡亲、同工共同推展教会事工，包括建堂委员会成立。虽然是件事，有无共阮的声音
恁着对迄个街门因为透到庙会迄个门看，迄个路大条，为遐入的人多，透到外迄个门关，迄个路细条，找着人少。请陈荣东牧师讲道题目是入下门。两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圣诞快乐！感谢主，今仔日是咱今年最后的一个主日，天气冷哦，所以咱今仔日一寡人惊惊毋敢出来。总是这个心，互咱就敬主，所以虽然冷，搁落雨，抑佫是向前行。希望咱明年从伫带领内面教会甲进展，拢开热心，有使成功。今日咱有个正在拄则所读即个经文，就是登山宝训。咱要听到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内面的一部分。登山宝训就是基督教文了的内容。作者马太伫遐特别将耶稣的教示，甲伊编辑做伙，也就是要教导信徒安怎样伫咱的即个日常生活中间，将咱的信仰表现出来，互信徒的生活信仰化。诚时阵嘛，要互咱信徒的信仰生活化。既然讲登山宝训是基督教的伦理学，也就是信徒生活的准则，所以信徒就爱应该好好来研读登山宝训的经文，明白耶稣宝贵的教示，也通伫日常生活中间表现出来，活出甲世间的人大不相同的生活。拄像使徒保罗所讲，所以人若踮伫基督，就是做新创造的，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咱拢变成新的。今日咱要来分享入会门这个功课，咱通落实这项功课，咱日常生活的中间，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。好个咧，什么是会门？拄则咱所读的经文安尼讲，来咱做来念，恁着对迄个会门入，恁透到庙会的迄个门看，迄个路大条，伊遐一个人坐，透到外迄个门关，迄个路细，吹人少。耶稣在迄有提出两个对比，一个就是真宽阔的门，一个就是真狭细的门。宽阔的门，伊的路是宽，佫真大条，而且真平坦，足好行，行起来吼，伫顶面嘛足爽快。都讲行一条路上的人真多真多，所以吼袂孤单无伴，但是伊却是通往迄个灭亡的地狱。歪细的门，伊路是真矮、真细、真无好行，找到这条路人佫真少，所以吼，行这条路顶的人嘛真少。不过吼，伊却是要通到永远活，迄个永远的天堂。这就是咧指着咱基督徒的日常生活，甲非基督徒是无共款，是有真大的差别。耶稣要求信徒，就是爱这条，行这条way线，无爱吼信徒去选择个真宽阔的门，行到真容易佫真好行的路，无爱。因为这个话佫是因嘛，伊所伊带
稣为着咱所预备伫天顶的厝边。为什么讲这条路、这个门是为设？因为信徒一切，也就是咱的生活、讲话、行动、思想、意念，拢爱用耶稣的教示做标准。信徒拢必须要遵照圣经内面上帝所命令的，用这做吩咐。咱就服从耶稣基督教示，好像圣经安尼宣告讲：上帝，我来是要行你的旨意，只有遵守着上帝的旨意，无家己，无咱家己的意思。哇，这实在是真无用，实在是真恶得去实现。不过，这就是基督徒伫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原则。使徒保罗就是安尼讲，咱做来念吼。所以，恁若是食，是啉，若是做什么，拢着因为应当上帝来做。耶稣讲哦，无人会服侍两个主人，因为伊会怨恨这个，疼迄个，还是会对重这个，看轻迄个。恁袂为服侍上帝，怎服侍钱财？一个人哦，若是要服侍上帝、疼上帝，伊就着放弃金钱、地位、关系、名声，伊才会追求，全力的心来服侍上帝。一个人哦，若是伊爱要追求钱财啦、名声啦、地位啦、关系啦，特别是群众伊拍扑克声，伊就袂当专心来服侍上帝。耶稣嘛咧讲哦，你捌听见有话讲，目睭陪目睭，喙齿陪喙齿。若是我甲恁讲，无你甲歹猪汤，若有人说你正面的水粿，倒面嘛挖互伊；有人爱告你摕你的内衫，外衫嘛互伊；有人勉强你行一里，就甲你行2里。对你求的，互伊；要甲你借的，无得还走。耶稣佫讲，疼爸母较过头伫我的，袂堪得伫我；疼囝疼查某囝较过头伫我的，袂堪得伫我；毋肯为家己的实力个来对伫我的后面的，也袂堪得伫我。你听着遮有啥感想？哦，这门是遮尔贵啊！这条路是遮尔细条啊！连厝里的亲人，就是你的父母啦、兄弟啦、姊妹啦，甚至家己，拢袂当甲上帝的旨意、甲耶稣的要求相比拼。耶稣要求信徒分对独独伊一人，连咱家己的意思都袂用提出来取代主的教示，爱看无家己，而且要专心努力行这条路。耶稣要求为啥遮尔严格？其实哦，并无严格。因若要得到上帝的拯救，本来就是爱通过这个为设的门。所以比如讲，搁伫别个并无拯救，因为天的无小数别个名伫人的中间，互咱点伫伊来得救。使徒保罗嘛对腓立比迄个教徒讲啊，着信主耶稣，你就得着救，以及你的家，咱会得救。只有通过相信耶稣。咱知影吼，台湾的这个民间信仰，是安尼拜真济神明的一个宗教。对天公、观世音、如来、释迦牟尼，拜到土地公、九应公、石头公、财神爷，甚至有人啊，见庙就拜。因就是讲吼，拜真济的神明，就会得到更较济的神明来甲伊保庇、甲伊照顾。其实吼，迄是人的想法，是魔鬼骗术。因为迄是真宽阔的门，人真容易就伫遐受引诱。迄个信仰拢是虚假，因中间无一个捌为着人的罪来付出代价，拢是中着撒旦的诡计甲迷惑。见惯遐信仰的信徒，拢会对着撒旦
永远会痛苦，得不到上帝的拯救。上帝改变安尼要求，咱做读，我以外，你毋通别咧上，人就家己条件妥协。讲下一句啊，用别咧神做摇我的，伊苦要哪平？耶稣嘛咧讲，来，咱做来念，我就是路，是真理，是对我就无就耶稣才是真正救主。伊为着咱的罪定死的时间点，所以耶稣就是安尼要求死，安尼有合理无？第二，通往变化的路，咱知吼，咱就是讲，哇，这是一条牺牲的路呢。因为吼，咱安尼做，安尼遵守，咱确实牺牲袂少呢。咱想要做的代志，若是无合上帝的心，咱所要行的事，所要行的甲上帝的意思无共款，咱就着安怎爱调整啦，是咱爱调整，甚至吼爱放弃。咱能随着家己的意思来做咱所要爱做。安尼看起来好像信徒的行动受到种种的限制无自由，但是其实哦，安尼才是安全，才是罪。你甲想看觅，火车，特别是高铁站哦，受到两条铁轨甲伊限制着呢，有失去自由无？你甲想看觅，火车若毋是受限制，来行伫两条铁轨的中间，伊安怎？只有伫两条铁轨的中间，伊才会当自由来行驶，毋若会当足紧，而且呐，伊阁是安全，才会当将旅客送到伫目的地。若是离开了铁轨咯，安怎样？伊就寸步难行。开车人拢知影，要开汽车必须该开倒位，开伫公路的顶面啊，而且佫着爱按照着规划方向来开你的车，人拢遵守交通规则，大家拢安全。如果吼，当人拢照着家己的意思来开车，无要遵守交通规则，结果啦，就是车祸嘛。毋是踏在路的顶面寸步难行，就是车歹去人死翘翘嘛。西方国家因真注重自由，所以有一句话讲吼，不自由不宁死，无自由嘛你搁死。2020年就是5年，全世界互中国武汉肺炎这个新冠病毒来侵袭，为着这疫情，真济人丧失性命，特别是美国甲欧洲这个国家已经过去。咱回来看台湾，咱台湾的防疫措施是做了足好，就是政府要求咱民众都爱戴口罩、搁开了，也保持一个社交距离。因为人若出门，拢都爱保袂嘴人，若保护家己，嘛保护别人。到细汉吼，好亲像自由被剥夺，足无方便。我常常要出门，我袂去啊，落楼梯就咧想着，都走倒转去，实在是真无自由啦。吼，毋过啦，因为拄着虽然出入，个人接触互相保护，所以啦，咱台湾就真少感染这个病毒来丧失性命。伊爱吼爱自由的啦，无爱受限制，才会生人啦。就死伫因的自由。踏日都有人确诊，踏日都有人死亡。这条十字架的道路，敢若种限制咱信徒自由，咱做一个极大的损失甲牺牲。其实咯，
这是信徒叫我福气，因为只有伊才会当引带咱通往接受福分的迄个所在。这着信徒的顺服，就通得到上帝丰富的恩典，因为咱有咧顺服，咱顺服上帝偌济，上帝赐落的恩典就偌济。咱分享一个故事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，咱应该拢捌听过伊个故事吼。伊安尼，毋知做只神经大去引动，就去做一个足大声的偶像，用金做的，来放伫巴比伦省即个古老的边缘所在。为着要赴宴开工点赞的仪式，互伊所管辖的地区的百姓拢会当暝来敬拜，所以伊就召集全国所有文武官员，拢来参加这个典礼。因为是王的命令，迄日果然全国的文武官员，大细下拢来到迄个金偶像的头前，大家伫遐咧等候，就是要来这个金偶像。迄个时阵，传令的就大声叫讲：恁遮的百姓、遮的国、遮的乡口的人啊，有命令传互恁，恁一个听见扫甲打咱预备琴瑟声，甲各样乐器声，就着拍落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。你若无拍落敬拜的，要接持迄落炎热的火炉。所以当会众听见扫角啊、打啦、预备甲一切这乐器的声时，大家拢拍拍入去咧敬拜王所立的这个金像。迄时阵有几人在加利几人就来到王面前，王来控告几个犹太人。这几个被控告的犹太人就是啥？互尼布甲尼撒王对耶路撒冷带倒转来巴比伦帝国，伫遐受竞选、受训练的少年人。因就是敬拜上帝的人，因为着持守因信仰，只有服侍独一真的上帝耶和华，所以拒绝王的命令，毋王所立的金像拍落敬拜。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听了来控告，非常的生气，就下令将这三犹太人送到伫炎热的火炉，要将因活活甲烧死。我想到讲，这三个犹太人被送入到火炉内里，若无互火烧死，王还阁问讲：哎呦，那火炉内面毋是三个人嘛？咱要死个？看见内面有四个人，无受绑哦，本来是绑掉了，无受绑，行伫火中间，王看着惊尔，就请伊三个引出来，佮看见因拢无去互火烧着。就伫遐讲，撒旦啊、米煞、阿伯尼哥以上，就是应该学落的，因为伊找伊的使者拯救遐个瓦克伊的奴仆，因反对王的命令，放杀家己的身躯，伫因家己的上帝以外，毋肯服侍敬拜别的上帝。所以王就出令要求全国的官员甲百姓，拢得爱敬拜上帝。咱要讲这条路真歹行，有变害甚至会有丧失性命危险，拄像这三个犹太人，无要拜金像，无要拜偶像，但要拜上帝，独拜上帝。所以拄着这个灾难，但是这条路毋是你会用行袂用行的问题，是你肯毋肯行的问题。若是讲袂用你行，耶稣一定袂叫咱行。伊既然要求信徒行，就一定是会当行。咱就看咱肯毋肯行的问题啦。这三个犹太人因肯行，毋若拯救家己的性命，也为了上帝做美好的干净，搁较改变尼布甲尼撒王的观念甲信仰。
定毋是叫信徒行，家己跳徛伫边仔伫咧看，毋是，伊是以身作则，以身作则。伊叫信徒行伫即条规则的即个路，对规则的毋通入，伊家己就行伫咱的头前，做信徒的模范，爱咱学习伊的模样去行。耶稣伫旷野用的试探的故事，咱应该拢要听过，圣经嘛拢有去读。当耶稣伫约旦河接受惊世约翰来洗礼以后，圣神就引带伊去到旷野的所在，伫遐啦面对着魔鬼来的试探。当耶稣伫旷野禁食42年了后，腹肚了后，伊的身躯就真衰弱。拄拄是需要借着食物来补足伊的营养，互身躯会当恢复体力的时阵，才来出现，才来讲。你若是上帝的囝，就到这个石变做饼。而且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撒旦的人，一个是上帝的人。撒旦的人是宽阔。嘛会当互耶稣腰椎腹肚通得到帮助，佫会当证明耶稣真正是上帝的囝。哇，这是偌尔宽阔的门，偌尔好行的路，偌尔荣耀的事。还佫有一个是上帝的门，这个门呢，就是爱顺从上帝的旨意，忍受腹肚腰椎。相信上帝的话，我靠上帝的能力，上帝捌安尼做。人毋是单单我靠拼来活，人是我靠标花水所讲一切话活。有即种精明的人，耶稣选择这个威水的人，相信上帝所讲的话，伊忍受腹肚腰椎。坚持相信讲上帝一定会活落来，无要求家己肉体的即个享受，伊就对撒旦讲：有记载讲，人会活，若我靠啥？就是我靠对上帝嘴所出拢总的话。耶稣无食任何啥物，有高是无？无。耶稣无因为无食啥物。做桩无是无，后来撒旦佫带耶稣到伫圣城，互伊安尼徛伫圣殿的尾溜来讲：你若是上帝的囝，就家己掉落去，因为几在讲，伊要为着你命令你的天使，伊要用手扶你，免得你的脚踏着石。而且佫有两个，一个是撒旦宽阔的人，因为真一人出入圣殿，迄人若是看见讲耶稣对迄个殿的尾溜悬悬的空中，都跳落来，却无受到伤害，佫无摔死伫石头的顶面，因都有天使甲伊扶持。哦，大家嘛相信讲，哇，耶稣真正是上帝的囝，这是偌尔荣耀啊！还佫有一个是上帝威水，就是遵谈上帝的旨意，毋通试探上帝，逼上帝来救伊的性命。耶稣选择遵守上帝的话，伊是对撒旦讲，佫有记载讲，无得试主你的上帝。耶稣降世来成做一个人，伊就是要借着受钉死，决定来完成上帝拯救罪人的计划。第三日带着荣耀的身躯，对世人中高啊来得到权柄，来拯救一切相信的信徒。第三项的试探，耶稣嘛是选择威水，无接受撒旦的引诱来跪拜撒旦，通得到全世界的保护。因撒旦选择，撒旦退去，因为有记载讲，
不如上帝形状无掠到上帝边顶最所着接受的，反正拼同家己处落无形状，诚做人的样式。已经有真侪人反射就靠家己顺服到底死，甚至死伫死。耶稣已经行入过门，那行完这条崎岖歹行的路，所以伊叫信徒分队去行。伊明白上帝的旨意，虽然目前真艰难，但是伫迄个艰难的迄边的，是甜蜜的，是快乐的，是荣耀的。耶稣知影讲，伊照条虽然一定会死，会遭受侮辱、逼迫，最后会受定死的刑罚，甲罪犯承受共款的刑罚。但是经过这艰苦以后，有荣耀国外。耶稣已经看到这个，所以伊选择行迄个灰色的路，入迄个细条路。弟兄姊妹，耶稣讲，来咱做来着，恁着对迄个话问题，因为伊是透到我的，伊就是为引带信徒这条路。耶稣讲这条话门，真少人找着。这条这个路，真少人听着。但是咱必须要坚持咱的信仰，跟对主的脚步，行到世间路尾，绝对毋通三心两意，还是讲因为人少，就人放，做世人讲透到天堂永远所在。这门这路话话必来，门内路上无真侪人，爱行艰难，少行到头。耶稣安尼讲免咱讲，来咱做来呀，着尽咱对话入去。我甲你讲，要有一个人求入，主帮助咱，扶持咱进入灰色的门，行完这条迄条真奇路，到尾是主接咱进入永生，永远甲主同在。咱同齐来祈祷。主必这人天平，阮的上帝，阮真正爱感谢你，因为当阮也是罪人的时阵，你就为着阮悲班，得着你来拯救我一切。耶稣基督替阮来担当阮的罪责，是定死伫十字架顶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因为耶稣基督救赎，阮会当诚主你的听。阮跑到世间的道路的时阵，阮今仔日只领受你的信息，就是耶稣所讲的，爱阮行迄个为门细条的路，因为这要带阮到天堂。这条路真歹行，这条路有真侪困难。总是阮已经看见主伫阮的头前，已经行过来，这个荣耀，阮若安尼来对耶稣的脚步，阮也是共款，入去到天堂，就是主你咱期待的所在。恳求主帮助阮，扶持阮，也给阮信心。阮必定行上这条路，阮是无过会倒退，无会开，是向前，是前走，你就伫头前，你会等候咱。我们欢喜来感谢你，有帮助，爱祈祷做来说明。阿门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今仔日是代表咱的总会传道会来到伫咱上坛教会，向咱上坛教会来请安上时阵嘛，甲咱说着声。今仔日这个是总会所定吼，讲做退休传教士方面之路。其实吼，因为我有伫传道会伫遐做志工，所以我知影讲传道会咧做的事工。
毋是干那咧照顾退休，或者是传教师傅甲家庭。所以我咧想讲，以后应该改做讲吼，即个主题叫做牧者照顾的奉献主义啦。因为吼，咧做的工毋是讲退休的，咱在职的嘛拢包含在内啊。而且吼，迄个范围哪来哪看。爱感谢咱教会伫旧年真大力的支持。你知影奉献偌济无？毋知啦吼，你讲牧师知尔。咱献76050块大细数啦。我就伊来讲，咱搁较努力啦。上山教会是有名有姓呢，吼，8年头前呢。咱大家嘛真听主。我直接来讲几项，互咱来关心吼。知影到底是安怎都爱甲奉献。拄则咱的师会长讲，咱的奉献地啊，囥伫迄个椅仔头前。我嘛去上帝听，我大概讲，互咱知影一寡代志，是感动偌济你奉献偌济啦，毋是我业绩啦，是对上帝的一个交代吼。来，今年吼，咱受着即个 COVID-19 的疫情，安尼冲着，所以吼，教会真正呢，有袂少教会哦，伫物主的顶面发挥听主边的美好见证，嘛登记无相像方式去彼此相听甲关怀。搁吼特别节目会遮会着，因为咱拢是用嘛，我种有 spec 啊，你用无用的，安尼真努力的带领伊吼，咧做上帝美好的工，引出一个社区的人来甲教会，嘛对社区服务做真多。传道会实在是咧关顾牧者夫妇，就是吼，对人是安怎呢？对你毕业，对新来毕业，就任派到伫某一个教会里开始工作，一直到什么时阵？到安息落来。所以就是在任到退休，搁继续一直到上帝讲可以了啦，辛苦了啦，要来吧，安尼才结束。所以伫即中间就提供在职牧者夫妇几样代志呢，互咱知影吼。你就知影讲，咱总会即个传道会吼，偌尔用心，提供咱在职牧者，当然包括退休吼的夫妇，免费健康检查，1年1摆，免费团体保险，搁有替咱这准备拨安养金啦吼，所以退休了后，当加减有一寡先补助。像我即马吼，你知影传道会互我偌济无？本来我拢想讲，哇，遮好遮好，即马实在是无济啦，只有5000块，夫妇2个人哦，若一个吼，好像只剩下3000，所以就需要咱关心啦吼，就需要咱关心。另外吼，针对在职甲退休的这牧师傅吼，带年的时阵，咱拢会看病嘛，吼，所以带年的时阵吼，会有慰问金啦，迄嘛拢意思尔，敢像蜻蜓点水啊。搁有咧关怀较重病、较含无伫迄个困境的国家，或者的吼，爱牧师有介入甲关怀项目，来咧支持遮个牧师提早落车啦吼，所以家庭变做单亲家庭的吼，这子女要帮助因就是有一个5比2比吼，互伊变2岁以上关怀金。另外嘛搁设一个免费谈心吼谈心的专线，互咱牧师有时若拄着不足啊，安尼毋知要对啥讲时阵，有讲日子真艰苦呢，所以有一个会通互透露的专线，这无当帮咱的牧师，这个牧师嘛是会呢，嘛会拄着，哎哟，拢无其他样，拢有即种的情景，所以就有话无对讲的时阵，就通去敲着电话吼，讲的上帝会安慰咱。另外有一项吼，就这个退年会，就是讲退休这个牧师吼，咱有分做北区、中区、
区、台南区、高雄拢有大区，啊一年拢有一摆，伊迄个联合会退休的年会出来，即吼，即拢要用足侪钱，上要紧一项，咱遮个牧师夫妇吼，有一项讲好嘛是好啦，啊有时阵讲这敢若无啥意思，会当免费使用平安盐骨灰漆。不好，应该是好了哈。讲着这个钱，世界末日啊，好那为就是要互咱遮个退休牧师吼，分宗退休牧师，当安尼吼，退休了后，佫有一方面，所以就真侪遮个措施安尼吼，我就莫讲遐数目啊啦吼，因为绝对毋是要互一间教会来负责啦，是大家分摊来负责。遐紧我要讲一句话，当然这是我本身的体验吼，牧师吼，真正是足需要安尼关心。因为我想我牧师拢来安慰要来祈祷，哇，好棒棒哦。他也有软弱、讲不出的时阵，所以咱爱听，会记哦，牧师也是人啊，牧师绝对毋是讲对天顶认落来，但是咱遮要甲咱牧会，牧师人啊，所以既然是人吼，就喜怒哀乐啦，吼，就情绪啦，你有诶伊拢有啦，甚至吼，而且你无诶吼，伊嘛真该操心诶，所以互咱安尼小可听者，遐紧是唤起咱来关心，因为咱牧师真辛苦咧牧养咱。特别我若看到迄个圣诞节时阵吼，迄牧师是无伊甲变过，敢有人去甲牧师讲，牧师谢谢你好辛苦哦，休困啦，我来做，有无？好像没有吼。我做牧师做遐久，咱也毋捌听一个人安尼甲我讲，咱就是常常做，只有上帝知啦。我一个个遐，我咱关心，因为咱拢真疼咱牧师，但是吼，好像不知道怎么表现。既然有这个团队咧做这个时间，咱就用这个方面地来支持这个时间。较要紧吼，逐日咧祈祷的时阵，加一句替迄牧师祈祷啦。咱牧师吼，我捌伊真久，我毋知伊足辛苦，所以我逐摆看伊讲啊，辛苦。可能伊听到我即句话，就知影有人了解。我较毋茫讲吼，咱兄姊妹，咱若健康的牧师讲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你。我讲吼，伊会加我30-40岁哦。嘿，好，多谢关注，祝福伫咱内底，咱的方面，就感觉你着伫上帝国内底有真好的使用，多谢。咱现规周报414页，来读今日的金句，请咱做伙来读两遍。耶稣对伊讲，有一日对电门离去，因为我甲恁讲，有真侪人求入，也袂得着。路加福音13章24节。耶稣对伊讲，有一日对电门离去，因为
后为和会为遍历会员和会手册，请各事帮助。伊今仔日将会员和会手册内容决算，到小会书记于正义长老陈美玲牧师。第八点，教会定2020年1月31日，过年暝6点，要伫教会举办行艺术上山过年暝围炉活动，欢迎袂当回乡单身兄弟，也是小家庭，会当来邀请朋友参加，预备参席。当日1月16日前，伫1楼公布登记栏登记。方面部分若错误请向总局订正。有关自卫甲下周训工，有望者请家己看，请牧师保重保护甲介绍进来解。好，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昨伫咱的教会举行有安尼一个圣诞的晚会，所以咱嘛真感谢咱遮的筹备的同工，吼，遮的演出，或者的团体，恁会真力的遮的演出，吼，互咱的晚会真充实嘛，真快乐。所以咱的兄弟姊妹，若昨咱若无来参加，咱嘛会当透过咱的连结，吼，咱会当来看咱的晚会节目，咱若看到各团体吼、各事工做因真好，会安尼的表演。好，咱即时咱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第一项，咱来为着带家贺节，吼，这是带面现长老的节节，吼，伊伫家己，咱拢长期在为祈祷。毋过伊伫12月24号迄天来过身，吼，咱嘛为着带长老因的全家来祈祷，恳求主会当安慰保守。吼，咱嘛为着咱的世界、台湾宣教师来祈祷，为着怀孕的姊妹培文，嘛为着带孕的妇梅姐、吼幼群，嘛为着身躯欠安的赵雄兄、世平兄，哦，世平兄这是过工急事的爸爸，伊嘛入院，吼，咱嘛恳求主会当扶持帮助因规家，嘛为着蔡尊姐、民主姐、俊生兄、英主姐、素谦姐、邱玉姐、邱玉姐、应轩、李良姐、钟贵兄、庆和兄、秀恩姐、志金姐、희雄兄、张老师、李霞姐、李兰姐、邓妈妈、龚琪姐、陈吉雄长老、阿淑姐、伊丽、素梅姐、方梅姐、谢丁兄、明理姐、阿菊姐、郭元兄、东龙兄、丽珍、美珍、幼庄兄、李雀老师来祈祷。好，咱嘛为着今仔日咱所听去退休的遮传教师，互咱嘛恳求主照顾遮尽忠的遮的劳苦，咱开喙，咱为着遮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享受阮平安，互阮台湾，互阮的教会会当伫昨暗，阮有一个圣诞的晚会，伫中间阮享受兄弟姊妹中间彼此的疼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伫遮三角组织做伙来敬拜，也恳求你保守，互阮透过今仔日的讲道，今仔日的经文，搁一摆提醒家己，阮爱入话门，阮袂当经迄条真容易、真大的路要行。主，阮知伫未来有一个大的赏赐，袂毁烂的赏赐伫听候阮，恳求你就帮助阮兄弟姊妹，伫年尾阮会当做一个决志，阮的一生拢要永远来分给主耶稣。主，恳求你帮助，互阮有坚固阮的信心，无因为即个世界变化来动摇。主，阮也要为着伫世界遮的宣教师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因的安全，特别伫真侪国家有迫害基督徒、迫害遮的宣教师的，主，阮恳求你会当来保守因的安全，保护因。阮嘛为着今仔日阮所听去的遮的退休宣教师的遮的需要来祈祷，主，恳求你保守遮的尽忠的劳苦，互因有健康的身躯，互因有缘会当伫
伫因的遮个年长的生命中间，伊愿造就别人，就恳求你保守因，看顾因。阮嘛要为着阮的教会内面，遮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无论伫病院的、伫厝里疗养的，拢恳求你医治看顾，也赏赐祝福伫因厝内人。咱也为着欢迎的姊妹提问来祈祷，也恳求你保守伊，甲伊腹肚内的囡仔拢会当平安。阮嘛要为着带顶落的姐姐加号姐的过身，主啊，恳求你来安慰因的亲属，扶持因。虽然因也袂明白主，总是主恳求你的疼甲因记地。主，阮为着阮所领受一切的恩典，献上阮的感谢。恳求你保守阮，特别伫即个寒冷的天气，恳求你，互阮兄弟姊妹有健康的身躯，互阮所做所行，拢会当荣光你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一起来吟圣诗，圣诗388首，圣诗389首。临时后，请陈立言牧师读出，请记。上帝疼痛，信心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